我的杀魔任务不能中断。避火罩借我一用。尉迟龙颜，你可知这避火罩乃是我荧惑宫镇宫之宝？岂是你说借就借？大胆，左右拿枪！尉迟龙颜，我正忙着杀魔，你却来破坏结界，你是要跟我作对吗？阁主，你快帮帮龙王吧！不要多事。尉迟龙颜，再不停下来！紫阳上仙误会，薛千雪，为何拦我？尉迟龙颜只是想救出洞中的凡人。我刚才并未见到凡人，你可别被那妖龙妖女给骗了。你这个大骗子，你是不是眼瞎？阿宇还在里面，还敢说我是妖女，你才丑八怪呢！骂回去，骂回去！紫阳上仙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就算真有凡人在，他们自有福报所成。我的杀魔任务不能中断。龙王。打架就打架，趁人之危，算什么上仙？我让你不要多事，闭嘴！天血魔已诛杀，紫阳上仙也可以交差了。给我一点薄面，放他一马。好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天血魔已诛杀，随我一起回去禀报天帝。阿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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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呼吸啊！龙，怎么办啊？太好